这个是我上个礼拜在台语的地方讲到，大概做了一些修改啊。那因为这2个礼拜的经文其实是接续的，那我觉得没有先讲上个礼拜的，下面可能就不是能够理解。不过我今天会把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大概一起来说。大爱在最近在台湾很出名，不能用哎。据说用了还会被寄那个律师函。对。哦，我很敢用。我很敢用，等一下。实际把这个拿去了，而且他们好像把它好像登记了专利的样子，还是没有，我不晓得。不过他们因为势力蛮庞大的，那就你只要用了这个档案，他就马上寄律师函给你事实上我倒是希望去登记专利，为什么？我们在以弗所书里面，圣经早就提到了大爱，中文的翻译和合本圣经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等一下会听到当然我不是故意要挑衅，我就是说我要跟大家谈爱的观念，就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要跟大家谈上帝的爱，对基督徒或是对这个世界的人来说，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那其实我们我的讲道其实都用三个经文一起combine在一起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地方就是以弗所书的经文好，上帝爱世人，我们都清楚。我们今天经文有读到这一段嘛但是我们通常就直接拿的约翰福音3章16节，我们都会背。上帝爱世人，赶快背。上帝爱世人，甚至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将这样得救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今天在台语那边用的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讲到，将来会有一个新约，这个新约不再有惩罚，是什么？是叫罪被抹消，是借着被高举的。被高举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等一下今天会讲到这样的概念好，我比较喜欢英文的，英文讲的比较强。For God so loved， 这非常深刻、非常直接的上帝真的爱这个世界，爱到怎么样？爱到不行不爱不行那种感觉，所以他就差他的独生子成为这个世界的救主。耶利米书在讲的说，十诫的时候是因为上帝给他们一个十诫旧的诫命，叫他们要这样子行，不能这样子行，不然的话就会怎样受到惩罚。可是上帝发现这样子不行，因为人没有办法，所以上帝差遣他的独生子被高举的救恩，然后是要抹消的。因为我们知道挪亚的洪水之后有什么记号？有彩虹，那是什么记号？上帝不再要毁灭，他的目的是要怎么样？拯救。所以在海之后就有很多很强烈拯救、赦免、恩典的概念一直在传递给我们。上帝真的是爱我们，可是我们很少去读到前面那2节，我们等一下会讲我刚刚说的以弗所书第2章，在这个地方他说上帝爱我们的大爱，我可不可以申请专利？可以这圣经的专利，这是上帝的，大家都可以用，因为这个大爱是给大家的，不需要律师这个是也不用什么样的代价不用什么代价。所以耶稣基督他的牺牲叫我们跟他一起怎么样？同死同复活。这个是一个质的改变。其实我们记得基督徒的生命绝对是一个质的改变。我今天在台语堂的时候，我用了很多的十字架在讲高举。等一下会讲到耶稣基督被高举。刚刚我们的经文里面也读到
耶稣说的，我要怎么样？如同摩西高举那个蛇，铜蛇一样，人子也要被怎么样？被高举啊！那我今天用高举来跟大家分享十字架的意义。不同的十字架，你们在牧师挂这个十字架之前有没有看过这种造型的十字架？有没有？一般就看到这个十字而已，对不对？我坦白跟你讲，十字架本身没有意义。十字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十字架之所以有意义是什么？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这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十字架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十字架的意义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他被高举在十字架上面。可能你们今天要稍微晚一点吃饭。那我这个带过去而已哈。我们常常把一件事情把它定型化了。在台湾现在大家都在讨论这个东西。那这个定型化之后就会产生危机。我们必须要知道、了解它真正背后的背景，就像十字架的意义一样。我们有一位长老，康正总长老，他退休之前是在 Tiffany 是什么？卖什么？珠宝店。我刚就问他，真的很多，特别是日本的女孩子很喜欢买 Tiffany 的十字架，可是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所以十字架本身没有意义的。十字架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是救赎的意义，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救赎的意义啊。好，我们在提到爱的时候，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先思考。希伯来人在讲爱是讲阿heb，它包含了很多，包含了不同的层面的意义。那在这个地方，你看它有人对人的爱。但相反的词就是什么？恨，所以那是非常强烈的一个东西哈。还有人对食物的爱好，比如说，我上礼拜跟前面都有提到说，有人不喝咖啡不行的，有些人是这样子，他一天喝到2到4杯，你不给他喝，还是喝不足量，他就会发抖，那就已经上瘾了。这个爱有爱到这么深的一个程度，这个然后人对上帝的爱，或是说我们说友情之间的爱，或是上帝对人那种 descendant 就是降下的爱都用这个字。希伯来文大概很简单，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字。希腊文比较复杂，希腊文讲爱讲比较多不同的层面那 philon 它的原文是 philo 之根。那讲到对父母的爱，那我们也讲到这个上帝对人的爱，最大的爱，我们通常是用 agape 希臘文这个字。那在圣经里面出现非常多次agape。那 agape 有一些教会用 agape 的名字当名字，他把它分成什么？爱加倍。也有人这样子弄就这个字来的，他在讲爱，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教会在强调什么？上帝的爱，强调什么？彼此的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出发点。那个 eros 就是比较有那种情欲上面的爱。大概2个礼拜前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南部的一个大学2年级的学生。跟他的大一的学妹表达他的爱，结果他学妹有男朋友，结果呢，他就把他杀死了。这个就是 eros 在讲的，是有情欲的、占有的那个爱那是有欲望的那所谓的大爱，我们刚才讲的那种 agape 是一个什么？完全付出的爱，是牺牲的爱。另外有一个是我们说 agapo 就是有一点像从 agape 的字根来的。那特别要讲到爱仇敌，所以这个爱是非常大的，是包容的。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在我们以前在台湾常常拿来在结婚典礼的时候献诗的。那歌词写什么？爱是接纳全部的你。那爱是接纳全部的你，表示什么？好的当然喜欢嘛，不用说嘛。不好的习惯呢，我也要接纳。这个叫做全部的爱。这个就是从阿嘎培的字根延伸出来的那耶稣基督希望我们透过他的爱，能够爱到
连仇敌都爱，就是我不喜欢的部分也爱，这比较困难，这个是给我们的挑战哈，挑战。那我们谈到其他像罗马时期，天主教时期他们在用的这个字有拉丁文啊，那他在讲的拉丁文这个字呢，就一个字包含的全部，跟英文一样，讲 love 啊，就是英文包含全部，中文就比较狭隘一点。中文在讲爱是讲什么爱？通常讲男女之间的爱。我们对父母亲会不会讲爱？在中文很少，我们都讲什么？尊敬、孝顺，我们不讲爱。希伯来文字里面没有孝顺这个字。英文也没有。没有，对，因为它是英文其实是属于拉丁语系，那也是从希腊文啊，然后从圣经的这个根来的哈，所以基本上孝顺是东方思想，特别是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思想。那在原文里面，圣经的原文里面在讲孝顺，其实是翻过来的，它原本是什么 ？Honor your parents， 让你的父亲母亲因为你得到荣耀。这个就是了哈，就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哈。那中文啊，比如说如果像在中国还是这个台湾，你如果跟小孩子讲到，特别是小学生，讲到爱，他会怎么样？哎呦，他会想到什么？男女之间的爱，这比较狭隘的啊。你在笑了，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台湾的孩子会啊，特别是那种青春期的时候开始，哎呀啊，那我想从这样的分析的角度，让我们重新来审视爱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其实爱对基督徒来说比较像接近英文、接近拉丁文，在讲的是全部的，因为这个爱，我们说我们爱，因为什么？上帝先爱我们，我们承受了阿嘎培这个大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不爱别人。用这样的角度，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上帝也好，对父母亲也好，对长辈也好，对平辈也好，对晚辈也好，对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也好，耶稣曾经说过，如果你只爱那些喜欢的、可爱的人，那是不是爱？那不是爱，因为坏人也这样子爱啊。坏人都爱他们喜欢的人嘛，不是吗？好，那所以从基督教的爱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民数记的经文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经文记得，因为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埋怨什么？摩西、亚伦，甚至埋怨上帝，所以他们得罪了上帝。所以对上帝来说，以色列人是仇敌还是爱人？这个时候是仇敌嘛，他们得罪上帝嘛，对不对？可是上帝有没有离开他们？其实有一段时间，其实不是上帝离开他们，是他们离开了上帝，所以远离了上帝的保护。当大蛇来吃他们的时候，咬他们的时候，这个蛇，火蛇哈，我们的翻译是火蛇，有一些是大蛇，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毒蛇，咬了就很快就死掉了。这个是在沙漠里面都有的，可是他们之前没有被咬，是因为什么？上帝的保守。当他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就离开了上帝的保守。你懂意思吗？就好像那个小鸭子，好是小鸡，他们离开了母亲那个保护，他就怎样？自己要去面对他的环境、他的困难、跟他的危险啊。后来他们遇到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们怎么样？就看到了，因为犯罪得罪上帝所带来的死亡，然后他们怎么样？回来了。回来之后，他们跟摩西求，跟上帝求，上帝有给他们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高举的手。这件事情影响了整个西方或是全世界的医疗。你们都在点头了，知道？这个记号，我们看一下医院的记号，你注意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
这个典故是从这边来的，是因为上帝告诉摩西，你要做一个铜蛇，高举它，然后凡是看的人就怎样，要得救，就得以存活啊，对，得以存活。那这个是你看，都脱离不了这个东西，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哈，大家看一下。那我们重新来思考，爱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领受的恩典，但是也是一个什么分享的责任。啊，也是一个分享责任。我刚刚说了，我们领受了阿嘎佩上帝的大爱，那耶稣叫我们怎么样？要爱上帝，也要怎么样？爱人。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要因此知道我们是他的学生，这是新的诫命。OK，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整个今年，特别我要提到是今年是台湾的基督教宣教15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一个年代，然后今年有很多的纪念活动，为了重新再点起宣教的热火，啊，以前是宣教师，国外的宣教师到台湾去，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今年，然后办很多的活动，然后大家开始，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台湾据统计，现在大概听说的9%的基督徒，但是我不相信这个数字，为什么？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来讲，我们有很多的人register 那个 membership 在这里，可是他离开的时候他没有 transfer 过去，所以我们 keep 他的 membership 在这边。别的教会呢，我们叫做 double count，在台湾也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 number 我觉得有问题了哈。那基本上我们大概比较保守估计，刚刚差不多超过6%，6%维持了几年，你知道吗？将近40年。台湾是很难宣教的一个地方，台湾会比中国还要难宣教，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非常的盛行，非常的盛行。那中国是因为在共产党统治这段时间属于比较无神论的一个时期，所以要接受会比台湾人容易。台湾人一般要改信基督教的时候，就会被挂上一个罪名，叛主、背主的罪名，所以是很辛苦的。大概30-40年前来信主的那一些长辈们都是非常辛苦的都是非常辛苦。OK， 那我们看到，因为台湾宣教很辛苦，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宣教师到台湾更辛苦，因为他们离乡背井到了台湾，有很多宣教师还没有到台湾就已经在台湾海峡的黑水沟淹死了，也有来到这边水土不服生病的，年纪轻轻就过世的也有那我大概举3个比较重要，就是大概150年左右宣教。那今年的南部有一个新楼医院，就是刚好150年，就是那个玛雅各牧师一上岸，他是一个医生，他就开了一个诊所所以医疗的这件事情，上帝医治以色列这件事情，成为一个西方宣教的很好的一个工具。台湾早期无论南部、北部或是中部，都是从医疗开始的。我今天到最后我会聚焦在彰化基督教医院，我跟他们比较熟那我们可以看到说，150年是这个玛雅各医师那北部的马偕，像我毕业的学校就是马偕博士创立的就是台湾神学院在北部的。那我大学跟硕士都在那边念那中部呢是1896年蓝医师那他在中部设立了一个彰化基督教医院。我大概我想讲这件事情。1896年他开始这样工作。后来有一次他有一个小孩子的脚溃烂，有细菌的感染，然后他们就尽量在帮助他，结果发现不行，止不住那个溃烂。然后蓝医师的太太在负责照顾这个孩子，每一天都在照顾。上个礼拜呢，圣歌都有用这一个诗歌说，耶稣为学生洗脚，这是真的吗？然后呢，
这个医生的太太为病人洗脚是真的吗？他讲这个事情，意思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实践这样的爱的生命。后来蓝医生的太太把这个孩子好像当成自己的孩子疼他一样。那蓝医师有一次跟这个医疗小组开会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孩子如果不想办法的话，他的脚一定要锯掉，因为他的溃疡一直在扩散当中。那锯掉之后会阻止它蔓延。那蓝医师娘她听了之后就很舍不得，她说：“那割我的皮肤来给他。”这个故事后来就成了彰化基督教医院的一个立院的精神，立院的精神啊。所以他就把从他的腿上取下了4块皮肤，移植在这个周金耀的腿上面。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的这个皮肤移植成功的例子。以前是有理论，可是没有人实际去做过。那在你要知道当时候的医院不像现在可以什么无菌室啊，什么隔离都非常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这个图片，这个是一个当时候的一个景象，这个小孩子在这边那这幅原本是一个台湾很出名的画家叫李石桥画的，可是这幅画不晓得为什么跑到高雄医学院了。那彰化基督教医院去跟高雄医学院要，可是他们不放，因为这个画家很有名。后来他们找了另外一个姓李的画，那个人在这里，所以这幅是我画的。我参考了原来的照片跟李石桥的画去做了一点点改变然后现在在彰化基督教医院里面。然后当时候宣教士，你看现在病房如果是这样，你要去住院吗？你会想去吗？没有嘞。那当时候的医疗其实是非常简陋的，可是他们真的是用尽了办法来帮助这个孩子。然后后来这个孩子全家都信主了，而且当牧师当牧师这个是蓝医师的孩子，叫做蓝大卫那老蓝医师叫蓝大弼那他这个老大出生的时候呢，他就将他献给上帝，要做医疗传道。那很好玩的是，他很喜欢拎着黑皮包，骑着脚踏车去出诊。所以彰化地区的人一看到脚踏车，那个阿蒙来那个医生就来了，就这个脚踏车跟黑皮包就变成他的 logo 他对地方的人对他的印象这3张都是我画的。OK， 那象征基督教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十字架，我们刚读到的约翰福音第3章16节，我们很少读到14节15节。那怎么说？摩西在旷野怎么样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耶稣怎么被举起来？铜蛇是挂在一个棍子上面，对不对？那耶稣呢，也是挂在棍子上面也是挂在那个棍子上面，他被高举了。那个高举不是死亡，那个高举是一个质变。你要知道，耶稣在传福音的当中，他常常说人子 ，Son of Man， 对不对？然后他问彼得他们说，人说我是谁？很多人说先知。然后彼得说什么？你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 ，Son of God。这是一个改变，质的改变被举起来被举起来。那这幅画在表达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在中间，有2个强盗在旁边，这边是黑的，对不对？然后你知道哥哥他的希腊文原文叫做什么？叫做骷髅山。为什么叫骷髅山？因为钉了十字架之后，没有人理他，他就在那边死掉了，都是骷髅。所以你看这边有很多骷髅，白色的那这个后面有一个 city， 有没有看到？这个城堡有没有？这代表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陷落在邪恶的势力里面，他把上帝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个黑黑的十字架上的人，代表那个取笑耶稣的人。这边这个呢，他跟耶稣说什么？夫子啊，等你得国的时候，请你怎么样纪念我？耶稣怎么跟他回答？你现在就跟我同在乐园里了。OK， 所以是得救。然后你有看到绿绿的，绿绿代表什么？生命的开始。好，
上帝的光照在这边 ，OK。其实画家在画每一幅画都有他的信仰的思考在这个里面。那我们看到很多人耶稣被高举起来，耶稣的十字架跟其他人的十字架是不一样的。你有没有看有不一样的。你如果对不同宗派的十字架有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东正教的十字架是这样子，上面2人，下面还有1个。上面这一横代表这个牌子，下面这个是代表耶稣踏的那个小木头，这是东正教的。那西方的宗教大概都只剩下十字架，都只剩下十字架。好 ，OK。那这个上面写什么？在路加福音有写，上面写什么？你知道吗？耶稣当犹太人的王，不是人家封的，也不是自封，谁封的？罗马政府封的。正式的王，有没有觉得很好笑？这很有趣他们希望用这个方式害死耶稣，可是比拉多竟然把他正式在历史上怎么样写下他是犹太人，所以东正教坚持把这个放在十字架上面，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意思那是世界的王，他是万王之王，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的耶稣基督被钉了，他受苦预告一下，4月3号的不是下个礼拜天的棕树之主日，我会带一个东西让你们看看，耶稣带的这个荆棘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我们能够体会一下他受的苦是多大的苦他被高举，你知道被高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记得这一点，耶稣被高举起来是要牺牲他的生命。我们今天台语的时候，我们读了约翰福音12章的经文，说耶稣基督说，如果一粒麦子不落在土里死了，就只是一颗，它死了之后就会怎么样？结出许多的果子。OK， 那在形容他自己。他要为人牺牲，那个不是死，而是怎么样？生命质量的改变，那是生命质量的改变。改变了之后，然后来，我们刚说象征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有条件的，什么条件？这个，第一个你要相信摩西说的话，对不对？以色列人当时候相不像摩西说的话？就是不相信嘛。我们都看民数记他怎么抱怨摩西的，你为什么自己要带我们到这个地方啊？火也不是，死也无葬身之地，对不对？他不是这样讲。我们在那边还有东西可以吃啊，有水可以喝啊，在这边连水都没有得喝。他们完全不相信摩西说的话。当上帝告诉摩西说，你弄了一个铜蛇，看的人就可以存活，哪有这么简单的事？连水都没有得喝，又毒蛇在咬我们。只要看那一个铜蛇就会活，你觉得他们会那么轻易相信吗？坦白讲，现在的人也不容易相信，所以台湾的基督徒比例一直那么低，特别是日本，你知道日本基督徒的比例多少吗？1而已，跟台湾的客家一样，1%而已。台湾的客家很难传福音的，只有1%。那是很困难的，你要平白无故的相信。耶稣跟多马说什么？那不看恶信的有福了我们都是不看恶信的，对不对？你有看到耶稣吗？没有亲眼看到，可是我们生命有遇见耶稣了OK， 好，所以这样子我们相信了，然后去看的人就会得救。再来要做的是什么？实践。我们刚刚说的。宣教师当时候到台湾去宣教，甚至更早之前到中国宣教，当时候的宣教师都先到了中国之后，才又搭船到台湾去宣教。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历史，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我们不能停掉
你不能停掉信仰的实践，你不能停掉宣教的实践，你不能停掉去爱人的实践。你如果停掉了，就表示什么？你是一个只讲上帝恩典放在口袋里的人，你没有分享的生命。好，所以基督徒必须要能够分享，愿意分享上帝的爱啊！我们要领受，也要成为恩典的分享的人，上帝爱的分享的人。耶稣基督要我们怎么爱？要我们怎么样？第一个要爱上帝，对不对？爱上帝要怎么爱？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尽心、尽意、尽力是什么意思？我好像跟我们讲过 ，with all your strength， 意思就是 with all your life， 用我们的生命来爱上帝。然后呢，第二个要彼此相爱。我们若彼此相爱，重点就是因为这样知道我们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实践，我们领受这样的恩典。像台湾，我们说150年前这样子来，我们台湾的西方教育宣教士带来的，我们台湾的西方医疗宣教士带来的，我们台湾的社会服务宣教士带来的，我们台湾的女子教育宣教士带来的。有很多的东西，他们给我们，因为信仰，因为爱的实践，他们带来了，那我们更义不容辞，需要继续这样的一个精神，宣教的精神，爱的精神。我们领受了这样的爱啊，我们得到了医治，我们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上帝要我们是得了帮助，得了医治，也要将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跟更多人的分享。我想这是基督徒领受这样的恩典呢的使命哈。我们一起来祷告。还有得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透过民数记，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违背你的时候，主你的爱也仍然跟他们在一起。主你爱他们，从开始一直到末了都没有改变。你爱我们也一样。主，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用你的大爱来爱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你的爱里面被医治。无论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会在你的爱里面被医治、被拯救。主啊，这样的恩典，我们真的是只能献上感谢，以及我们的觉知，我们愿意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去爱其他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看到100多年前宣教师这样子辛苦从苏格兰、从加拿大、从各地方来到台湾，将你的爱的种子散在台湾这个地方。说我们过去的时间，我们也许做得不够，也许我们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主，我们再一次的省思，再一次的反省，我们真的要将你的十字架再一次的高举，将你的爱来高举。我们决志要彼此相爱，我们决志要将你的医治来分享，来告诉许多需要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成为被你高举的地上的光，照亮在这个地方，有更多的需要的人，更多寻求你的爱的人会进到我们当中。谢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给我们看到，那我们现在这首诗歌来当我们的回忆曲。原来人总会感到累，需要人来爱，人的安慰。原来我也会感疲惫，需要你的爱，我
的救主。原来人终会感到累，需要人来爱，人的安慰。原来我也会干一杯，需要你的爱，我的救主。哦，主耶稣，我需要你的爱来满足我的心，安慰我灵。哦，主圣灵，我需要你力量来改变我的心，让我重新得你。有，你也会感到累，也需要人来爱，人的安慰。耶稣擦明了你的痛，为了爱你的缘故，摆上生命。他是主耶稣，你需要他的爱来满足你的心，安慰你灵。他是主圣灵，你需要他力量来改变你的心，让你重新得力。他是主耶稣，我需要他的爱来满足你的心，安慰你灵。他是主圣灵，你需要他力量来改变你的心，让你重新得力。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你需要他的爱来满足你的心，安慰你灵。他是主圣灵，你需要他力量来改变你的心，让你重新得力。原来人总会感到累，都需要主的爱，主的安慰。我们需要你，耶稣。好，现在我们花一点时间来进行祷告。我们就请大家为着我们今天有特别提到，就是前几天我们的 Peter 长老他因为妈妈的关系，他特别回到台湾探望妈妈，然后恳求主的医治保守。那特别还有我们当中 Melody， 他昨天就是今天的凌晨，他飞到南美洲，就是为了他的就是跟着学校的医疗团队，然后到了南美洲去做短宣和医疗的服务。对，然后也为着我们的这个加州的旱象，就是说现在真缺水，然后大家可以就是说对这个有意识到。那也为着我们，真的是我们的教会，为着我们的团契，为着我们的事工，为着生活，为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的长辈，不管是我们在不在我们身边，还有为着我们未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为他们祷告。
他是主耶稣，你需要他的爱来满足你的心，安慰你灵。他是主生灵，你需要他力量来改变你的心，让你重新得力。他是主耶稣，他是主耶稣，你需要他的爱来满足你的心，安慰你灵。他是主生灵，你需要他力量来改变你的心，让你重新得力。原来人总会感到累，都需要主的爱，主的安慰。我们需要你，耶稣。请你会说主的。说我们需要你的爱，你的爱能够成全，因为你的爱能够医治。说我们需要你的爱，我们特别将在病痛当中的人，特别将彼得长老的妈妈交托在你的手里，你特别来赐下你的爱与医治。愿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愿主的爱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每一个人从身体、从心灵的需要都被成全，都被医治。愿主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Amen。我刚忘了解释这个是改革中长老会传统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有主的荣耀、光圈，每一个十字架都有它不一样的意思。我今天讲了10几个十字架，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讲。那个花的那个，那个没有，这是一个造型。